廚房都擠滿晒嘢，飯廳同埋張梳化咧已經係冇晒位置㗎啦。咁而家呢個位咧，空間上嚟講會奇怪少少嘅。新環節適得其所，用一日時間靠裝飾、家私大轉移，令間屋煥然一新。阿威啊，踏入新一年咧，節目都推出新環節喎，適得其所。咁適咧係裝飾個飾，裝飾間屋咁解。嗱，唔係一般咧裝飾咁簡單喎，簡直咧係幫個單位咧係急救改頭換面添啊！嗱，講到急救啦，咁誇張，大家係咪以為要剝牆啊、拆地板之類咧？咁實情係啱啱相反喎。嗱，每宗急救嘅個案咧，只係花1日時間啫。咁透過設計師嘅專業觸覺，簡單佈置下，幫家私移下位等等，花嘅咧就係有限錢，就營造煥然一新嘅感覺。我哋揾嚟兩位設計師啊 ，Tony 同埋 Priscilla，咁佢哋會因應唔同嘅個案、唔同要求，幫間屋急救。嗱，打頭陣啦，就係大圍嘅恒豐花園嘅個案喎。嗱，一個832尺嘅3房單位啊，一家4口連埋工人住咗10幾年啦。咁兩個女咧就由 BB 變咗做少女，以前嘅裝修已經唔啱用啦，開始過時添啦。咁業主住慣咗咧就唔想搬，一邊住一邊係大裝修，又好麻煩喎。呢個環節咧就啱晒佢啦。而單位嘅問題咧，亦都係一般家庭有嘅通病，一齊入屋睇下。廚房都擠滿晒嘢，全部櫃都係嘢。咁啊，再出去廳度望一望，而家咧去到個廳，哇，其實都好窄啊！你望一望呢度，個飯廳同埋張梳化咧已經係冇晒位置㗎啦。有幾盞睇下張按摩椅都知啦，想轉下位都唔得。睇埋個飯廳仲誇張，餐台而家咧就唔係放正喺中間位置嘅，兩邊咧而家冇位嘅，每次開餐咧就搬出嚟，咁都幾鬧交啊！咁啊，後邊嗰個又擺咗個書櫃，嗰個書櫃咧又用唔到嘅，咁啊，唔怪得屋主話咧要諗辦法擠佢咁多嘅嘢。飯台搭書台，食飯嗰陣咪要搬台搬凳先得。冇計啦，人多雜物自然多，咁相信唔少屋企都身同感受。書台都要擺出廳，咁啲房啦，相信都仲誇張喎。咦？睇完啦，淨係得個廳啫喎。嗱，想睇埋啲房咧得，下個禮拜留意我哋節目就有得睇。嗱，不過咧齋睇個廳啦，都幾震撼喎。嗱，雜物擺到東一忽西一忽啦，咁實情咧係咪冇位放咧？嗱，咁就要睇下設計師有乜計啦。今次揾嚟嘅幫手啦，係設計師 Tony 劉志海。佢嘅設計單位咧，不時都喺我哋節目出現㗎啦。咁最擅長咧就係幫間屋搞配襯，營造獨有風格。咁今次我哋揾佢幫手啦，運用佢藝術家嘅觸覺，咁透過裝飾佈置，幫單位美化一番，算係另類嘅室內設計。嗱，睇睇 Tony 起嘅設計草圖咯，笨重嘅電視櫃會唔要，咁放喺廳嘅書台就會搬翻入房。餐台咧就可以移翻喺中間，梳化背咧會加一堂簾㗎。咁買過一個小型嘅電視櫃，按摩椅咧就可以打斜擺。Tony 咧仲會加一啲圓形嘅地氈，一直咧鋪到入走廊。咁改動開始啦，4-5個助手一齊喐手啦，花咗1日時間啫，結果係點啊？好想知喎。嗱，擔保係煥然一新啦，賣個關子，下集就會揭曉。嗱，作為業主啦，當然係想住得舒適啦，但係呢一種心態其實租客都係一樣嘅。嗱，但唔係自己嘅屋企啦，冇理由揼錢搞裝修噶嘛。咁始終咧租約完咗又帶唔走，變相咪益咗業主。嗱，但係租樓住咧，短極都1年半載咯。如果有啲簡單嘅方法，平平地又可以將單位處理得好好睇睇，咁就幾好喎。咁間屋咧經過設計師執一執啦，咁租客住得開心之餘，連租金咧都要嗌貴啲。咁第3個個案嘅業主咧就係咁諗啦。嗱，單位喺荃灣中心404尺，前身就係化妝盤嚟㗎。咁上手將廚房改成開放式，2房就變1房，女士型廳，連衣櫃咧都要擺喺房嘅外面嘅。嗱，業主買入單位咧，打算長線收租投資，咁最好可以咧用有限嘅錢幫單位咧係粉飾一番，增加吸引力。
想打響呢個如意算盤咧，先要睇下間屋有啲乜嘢問題要改善。就咁睇啦，間屋咧雖然有啲簡陋，一般租盤嘅格局，就咁放租都得啦。話明係要提高租值，咁所以咧要求應該高啲。其實一入屋嘅時候咧，望住就係第一個印象就望住呢邊呢埲牆，同埋呢邊呢個窗。第二樣就呢埲實牆嚟嘅，變咗入屋嗰個感覺好壓迫、好局促。轉個圈啦，簡直啦就四面都係牆啦，就係得啦嗰一隻窗仔。所以打通埋間客房，希望用紡織窗透翻啲光，不過個感覺仲係好空洞。咁同用色都有關嘅喎，嗱，全屋都係白色啊，想咧有生氣都幾難啦。成個廳咧，或者成間屋嗰個現有嗰個顏色咧，就偏向白色或者淺色為主嘅。咁但係整體嚟講咧，就好似冇咗一種特色喺度。咁特別呢張梳化可能個顏色唔係咁夾，一入屋嘅時候望到一個深棕色嘅一個梳化。咁全租404尺啦，屬於投資者熱門之選。我哋睇片就唔覺啫，實情咧牆紙就撲起晒啦。咁Tony咧首先會喺梳化背加一幅荷花噴畫嘅油畫布，咁再將梳化同埋茶几調位，有張茶几隔一隔啦。咁坐喺梳化就唔使咧對住隔離就係冷氣機啦。書台咧就會搬入房，咁再將飯台啦移去書台嘅呢一邊，客廳就會闊落啲，一開門又唔使對住飯台。要合乎呢一個環節嘅要求咧，又係花咗一日啊！簡陋嘅租盤變身成為示範單位咁醒神啦！咁留意住節目，逐一有得睇。4個個案喺適得其所新環節，逐一有得睇。唔止有得睇喎，大家唔介意俾間屋啦，我哋評頭品足嘅話啦，可以一齊參與添。我哋會上門拍攝2次，變身前1次，第2次咧就會拍攝間屋整個變身過程，要預1日嘅拍攝時間。咁至於收費啦，業主只係需要負責設計師嘅買料成本就得，例如掛畫布料等等。咁由於會盡量保留單位原裝間隔配件，一般幾千蚊以內咧就搞得掂。咁當然啦，如果想買埋新家私啦、燈飾去做配襯啦，預算就會多啲啦。有興趣參加嘅觀眾，只要提供單位地址、相片，列明有咩疑難雜症、要求等等，咁寄信又或者電郵過嚟，經過設計師篩選，我哋就會聯絡翻各位。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啦，俾啲變身後嘅精華片段吊下大家癮先。下星期見啦，拜拜。美聯物業特約樓盤傳真係由睇得通梗係揾美聯嘅美聯物業，為你提供全面樓宇按揭服務嘅渣打銀行及